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8月1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嘉义滨和国中的棒球队伫国道顶悬发生车祸，车顶8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较重，事故原因搁爱调查。美国总统 Trump 和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会谈，2个人讲有达成共识，不过实际上煞无超出任何甲陆乌停火相关的协议。 过来关心一件意外的消息，嘉义滨和国中的棒球队到高雄去练习，结果要转去的时，伫咧国中顶悬，因为闪袂赴去，撞到一台工程车，造成车顶8个人受伤。在赛车的教练甲其中一位球员的伤势较重，也搁咧急救。因为这详细的事故原因是也搁爱调查。 生活车高速弄到地内侧车道作业的轰动车车头全毁，也有人摔出车外。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15到高雄异地训练，下晡回程时阵，伫国道3号上北337.5公里的所在，因为闪袂赴弄到高公局公务车，教练甲7个球员拢受伤送医。 目前的话是可以照口令的话去做动作但是比较嗜睡有一点，而且有时候会有点躁动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给他一些镇静，不过还是要密切观察因为有担心他会有延迟性的脑内出血。 8人分送台南市经病院，其中送去柳营级别病院的4个球员内底，伤势较重的1年的姓陈的球员，由院伫加护病房观察。另外6个球员分别有骨折、耳脑、头部裂伤这伤势。赛车的姓柯教练因为脑出血这状况昏迷。孩子的后续的治疗的部分那全力的帮助他们，那也协助家属希望家属就是能够放心。 馆长洪忠良教育处甲学校第一时间赶去病院了解状况和慰问。虽然这一班异地训练大部分嘅年级的学生无参加，不过学生家长知影消息也是真着惊。即摆听就是真正做意外，好感慨，因为低年级也无去啦。自小客车不免原因撞击前方执行内侧清扫工作之高工局委外棚撞车的肇事，现场8人受伤，各车驾驶人9车子皆为0。 事故原因，还阁等警方调查清楚，这车祸引起各界关注。所有人也拢咧为伤者加油。关府顶单位也要检讨学生异地训练的交通安全措施，防止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诈骗犯趁假释期间在拍影片，甲人电讲一拐300多万，结果说干那互政府扣7000多块。这款创收的行为是互外界质疑，即摆的法律是毋是罚了伤轻？ 法务部就按算要修法来加重处罚，未来若是甲人骗1000万，在上重是会当判到12年。是被害人的财损到我手上就200万，他只帮你扣7213元。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钱花完了嘛，这样子扣到就不多啊。 嘴笑目笑的分享将受诈骗的经过，画面中的姓廖查某人，因为早期按入监，假释期间竟然影片登家己诈骗26人，分超过300万，刷借互政府扣7000多块，还佫讲想要趁钱会当找伊，内政部透露，8月初9已经将相关影片摕落来，佫较将这回姓廖嫌犯查缉到案。 我是觉得嚣张了哈，因为他总共被移送28次，这个就是问题。那为什么可以移送到28次？判得很轻，因为他投资报酬率很高啊。所以我们要修法，我们这个防诈条例要修法，拍这种影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的判决书就是他的履历表，这个先处理吧。我们未来针对要惩真的，针对被害人的保护以及具体的求刑。 乃至于考虑到未来这些人的禁奢令，我们都是在修法的概念当中。本署将依相关规定提报法务部撤销其假释。婚姻地检署强调，只要在保护管束期间违法，甚至煽动他人犯罪，绝不宽待。外界业质疑，即卖法则敢是伤轻？根据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得到的财物也是财产利益达到新台币500万，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是指要相关，会当到12年。也毋过法务部研究证实，新急句增加诈骗金额达到1000万，刑期会当纠关到5至12年。诈骗之一是该罚7年以上的徒刑。 他只被强制扣押7000多块，可能是因为他300多万全部都已经花光了，所以他名下没有这些财产，是不是能够针对修法，骗多少、欠多少、罚多少？对于我的影片造成青少年的误会，认为说这是好的工作，我觉得非常的抱歉，造成受害人的2次伤害。事后，这名车手虽然公开为不良行为会失礼，
也毋过对关押早期法务部化工的监办，对目前刑事大法庭采取个人报酬税，而毋是以被害人损失金额作为犯罪所定认定标准。陈明谦也强调，已经依此提出修法草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后礼拜8月23就是大罢免投票的日子。这届7席的立委主要拢是伫咧中部的选区。今仔日这拿力甲罢免团体拢把握选情的最后一礼拜，到市场宣讲和民众博暖，就是希望会当催出地方的支持甲选票。台湾加油！台湾加油！透早，民进党的党公职加罢团到南投第2选区伫咧市区的市场，向民众来拜托，希望催出823第2波罢免的支持度。台湾也需要一个对国家忠诚、不会泄密的立委，所以今天公民站出来，表达的就是对所有这个国会改革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到南投，为进前身体传出无事时带伊受伤的南投第2选区立委友好加油，马上坐宣传车扫街，希望催出反败力量。那有好的健康，才能为社会做事哈，才能为国家服务。所以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加油加油！我们大家一起帮他忙，每个人帮他出一份力哈。来这边撕裂南投，这是毫无意义。那其实你应该是把南投人的心声、亏欠南投的许多种种的部分啊，那应该是带回去给赖清德。在台中民进党地款县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也会同党公职甲台中市第8选区罢团志工，去红馆菜市啊扫街宣传同意罢免。票还没有投，不知道谁赢谁输。国民党现在撒了铺天盖地的资源在抢救罢免，但是我们会彰显台湾人的精神。中市选区国民党立委甘宽恒也是透早就起，伫乌节菜市扫街，希望催出地方支持甲反罢选票。选前最后黄金就班，挺罢甲反罢拢把握时间各自拼场对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和罗西亚的总统普廷伫咧阿拉斯加见面会谈，双方讲要3点钟，这会议结束了后，嘛发表联合声明，讲是有达成共识，真紧就会有进展。不过，这个意思嘛，就是讲，这场会议实际上咧是无超出任何甲陆欧天会相关的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廷昨日展开双边会谈，各界聚焦伫乌克兰的天会问题。伫晚3点钟的会议了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川普讲，双方伫关键议题上已经产生共识，也期待真紧有所进展。也毋过换一句话来讲，这摆会面并无产生实质上的协议。I believe we had a very productive meeting. There were many points that we agreed on. Most of them, I would say, a couple of big ones that we haven't quite got there, but we've made some headway. So there's no deal until there's a deal. 普廷讲同意川普要确保乌克兰安全，莫斯科也准备好要投入，也毋过并无提供具体内容。普廷也点名乌克兰甲欧洲爱重视这场峰会达成共识。Хочется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достигнутое нами понимание позволит приблизиться к той цели и откроет дорогу к миру на Украине.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в Киеве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олицах воспримут все это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м ключе и не станут чинить никаких препятствий. Не буду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попыток за счет провокаций или закулисных интриг сорвать намечающийся прогресс. 联合记者会并无开放媒体提问。在记者会要结束时，普廷临时邀请川普回访莫斯科。We'll speak to you very soon and probably see you again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Vladimir. Next time in Moscow. Oh, that's an interesting.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川普甲普廷头一摆会面。为普廷落回机迄一刻，川普展现真大善意。两个人为红地毯到港台一路讲话握手，还佫坐共一台车去会谈地点。两个人伫车顶讲什么内容，外界毋知影。专家也分析，互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下战争罪通缉的普廷，甲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会当讲是这场会谈的大赢家。川普表示，会后会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欧洲各国元首同会，佮参详未来计划。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在印度喀什米尔地区第14乡乡路大水后，甲这条线路段休困站冲海去。根据官方的统计，这场意外是造成超过50个人死亡，100个人受伤。当地政府是已经下令要暂停所有条线活动。民众规个面拢是落寒梅，真虚弱咧等待救援。印度喀什米尔14乡乡路大水后，甲基希德瓦查所地镇的游客休息站，甲社区的灶卡冲歹去。这是去喜马拉雅山高海拔马恰尔马塔神庙唯一的路，所有要去遐的人，敢若会当直接落车，搁行去庙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有超过200个信徒，拢伫灶卡内底准备要食中昼，煞熊熊去互大水流去，真侪信徒是惊甲大声喝休，嘛有人怎惊甲哭出来。मैं तो गाड़ी के नीचे फंस गई थी। मैंने तो होप खो दी थी कि नहीं मैं नहीं हो पाएगा। फिर मेरे को मेरे फादर दिखे तो फिर मैं वहाँ से थोड़ा हिम्मत करके निकली। जब तक मैं निकली तो मेरी मम्मा जो है वो बिजली के खंभे के नीचे थे, उनके ऊपर और बहुत लोग थे। मैं तो जैसे तैसे करके निकल गई, मम्मा ज़्यादा इंजर्ड हो गए।救援人员、警察甲军方接到消息，随去搜救。伫残骸内底，希望找到其他的生还者。今年雕城的活动为7月25开始，到9月初5结束。这个山顶变大水落来的灾害，当地政府虽下令所有的活动拢暂停。भैया हमारे सामने 2 मिनट में आँख 2 मिनट की बात भी नहीं पता क्या हो गया भैया। मैं क्या बताऊँ आपको, मेरी बेटी मिसिंग है, मेरी बेटी को जहाँ से मर्जी ला कर दो। 这个落超半的大水后，印度总理莫迪甲罹难者表达哀悼，答应会提供一切救灾的援助。专家指出，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大水后发生的几率增加。8月初，印度喜马拉雅山的山区才因为大水后造成灾害，死亡人数可能超过70个人。当地气象局预测，这几天阁会落大水后，可能会阁造成水崩山，甲山顶变大水落来。公司新闻深度编译。中国不时来扰乱台湾，即马美国的国防新创公司是打算要甲咱合作，引进 AI 系统、佮无人机甲无人艇，要合作咱强化咱的军备嘛，打造现代化的部队。中共绕在6号新冠国防部16发布，三条强机71架，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13架。国军严密兴趣，也有新的武器装备，反制强军的威胁。其中，美国国防新创公司 Anduril 对台提供 Altis 遥控MB 无人机第一批到台湾，也创20年来台美军售上紧交会纪录，双方进一步合作。中科院证实，甲美国这间国防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到是包含 AI 激光软体、空用无人载具生产、甲水下无人载具等合作项目。国防创新产业的一些企业家来访，代表说台湾其实是有很大的空间跟美国的这些产业合作。那大量的采购对我国国防有注意的这一些品项，甚至是装备、技术合作等等。中科院强调，这项合作涵对各自有自主导航的无人机甲无人艇，有希望满足战场管理的需求，显示高效军工协同作战，引起中共注意。至美国将提供台湾 AI 运算平台，这项技术被看作是改变战场游戏的规则，强化台湾无对称战力。大家观察，若导入 AI 作战，会大大强化战场决策能力。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在空中遭遇到，例如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那他可能会给你建议，就是说，那这个根据他所这个汇入这些相关的资讯，那他会建议就是说，你使用这个防空飞弹进行攻击，或者可能使用载空机来进行攻击，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是最好的决策，而且他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会告诉你决定。针对国军是毋是正做世界第一个伫美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慧头盔作战的国家，学者认为攻击伤过早，毋过透过中科院甲 AI 专业的公司，等韩国军打造现代化部队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的威胁，咱除了提升战备以外，咱本身的战力嘛是真重要。伫咧第一线，空军毋但要有专业的技术，更要定期接受训练，注重团队合作。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空中战士是安怎守护咱的土地。面对中国这阵仔真接咧军演，三不五时派军机、军舰来扰乱咱台湾。空军正做国防的第一线，都爱提兵备战，神经爱甲互严。虽然压力真大，毋过为着保卫国土，大家拢坚守家己的职务，甲工课做好。就阮有一组人员会伫真接待密室。接到任务了后，随起飞的任务。阮这架飞机是 P3C，专门掠迄个潜舰，
甲做一寡海上的巡逻的任务。不过，要培养飞行员是无遐尼简单，毋但训练的时间长，成本嘛悬。为着要维持好的状态，每3年都要登去国军空勤人员救生训练中心训练，互救生的流程甲技巧更较熟手。安尼临时遇到各种的情形，才有法度来应对。不能受伤，但是又要达到这个训练效果的一个情况下来完成这个训练任务，这是就比较有挑战性。完成任务毋是靠运气，是有真侪靠山咧斗相挺。除了地勤人员的配合，厝内人因的支持嘛真要紧，才有法度互第一线人员规心拼工课，毋免因为其他的代志来烦恼。其实飞行是非常安全的，有啥物样讲的？你看，阮一只飞机偌济专业完整的地勤人员咧甲阮照顾，吼，24点钟有着阮这机务，吼，这努力要拍拼。虽然我们不是穿军服的那一位，但是我们绝对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空中的战士用行动保卫安全甲自由，承担责任，达到厝内人因的期待甲愿望。当备战变做日常，咱民众嘛当来思考，敢有咱会当做的代志，做伙守护这片土地，守护咱的国家。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宜兰有一个地下停车场，这宽度是限制2米，有民众的车1米9就驶入去，不过煞去卡到这通风机，造成车挂受损。伊甲管理员反映刷土无赔，这个车主就批评这停车场的标示无清无楚，所以去投诉消保官。停车场业者就出面表示，因会阁调整，嘛愿意负责赔偿。民众驶车进入地下停车场，看到2米限悬的标示，因为家己车宽度只有1米9，决定要开入去停车。想袂到落到停车场才发现厝顶有真侪排风，停车时排风机弄到车顶，造成毁损。后来我就去管理室去跟他们管理员沟通哈，然后管理员就说：“那你自己开车你自己要看啊。”没有去做完整的告示的话，那这样子车子过去不是都很危险吗？投诉人表示，甲停车场管理员反映问题，对方只表示是伊家己驶车无细离无愿意赔偿，车主找无人讨赔，认为停车场家己表示无清爱护管理责任，所以向消保官投诉。那以这个例子为例，如果停车场业者在当时没有任何明显的警告标示的话，就逃不了任何的责任。消保官认为，业者的场合对消费者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有危害过如，都要伫明显所在有警告的标示无做到，发生损害都要负责。我们也都有保险，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协助处理啊。那可能是我刚刚有大概了解一下，是说可能是大家在沟通上可能没有那么良好，所以造成可能对方误解。停车场业者表示，公司已经发包请厂商去做好标示，也设置临时限悬警示。代志发生迄当时，管理人员甲车主伫沟通的时候误解，答应会协助受害民众办理理赔，负起相关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对一寡时代来讲，这布袋戏是细汉时的记忆，嘛是生活当中的娱乐。伫咧嘉义溪口的柳沟社区，就举办布袋戏相关的课程，带时代做道具、人红仔，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激头脑，减慢头壳退化速度。社区的长辈真认真咧，摕手头的布袋戏道具来上色。嘉义县溪口的柳沟社区配合乡公所举办布袋戏课程，带因手工来做布袋戏道具，内底是人红仔。要互因会使哪算哪学物件，去头壳阁会当心情好。有进步足侪啦，嘿，咱的智慧啊，搁这个身体健康差足侪，嘿。健康有咯，阮这老伙仔大家拢伫新鲜咧用起来咧，真好真好，嘿嘿嘿。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柳沟村内无啥物少年人，拢是老大人较侪。平常时的生活主要拢是咧做戏，透过布袋戏课程的体验，互长辈除了会当看戏以外，嘛会当家己来搬。伫参与的过程当中，互因有动手动脑的机会。拄开始去研究，伊嘛无啥意愿要来，啊，就是就一直甲摇水，摇水到尾，啊，开始上课了后，豆因感觉来这上课足趣味，啊，所以人数一直增加出来呢。一个上课的长辈讲。较早细汉的时阵，庙口楼内才有布袋戏通看，以前拢伫台骹看人咧搬布袋戏，想袂到食到这个会所，会当阁有机会摕红仔来人来学习布袋戏的相关知识，互因是感觉真新鲜，阁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这国内着癌的患者是愈来愈少年，有人可能会因为要治疗，所以影响生囝计划。不过，若是要冷冻卵或者是精子，阁要开几6万。这卫福部就按算要为9月开始，针对18岁到40岁这零癌或者是血癌的患者，甲提供补助。有过头一年是会当帮助600位朋友。这32岁女性有婚育计划，不过当时确诊零癌，伫甲未婚夫讨论了后，先冻卵。感情聊天结束了后，经过医师评估，确认身体状况，转介到生殖专科顺利生囝。不过冻卵的钱差不多伫8到12万，对男友来讲也是负担。冻卵的费用其实都不低，所以让我们很多的年轻的乳癌的病友的部分，事实上它是非常的却步。为支持甲协助癌友保留未来生育的希望，各综合考虑癌症发生年岁，卫福部推动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7万方案。9月开始，先针对有咱的国籍18到40岁零癌、血癌的患者，提供体能疗程或者是处精处地保存补助，女性补助上限7万，男性处精处地保存每一摆补助上限是8000，每一人上限2摆。有过第一年投入7000万的经费。有考量到罹患癌症的病人，他们后续可能会导致生育机能的下滑或者丧失，那协助他们预先采取保存生育能力的措施。以乳癌来说的话，如果他在治疗完毕之后，在乳癌医师认为就是说他的治疗已经痊愈完之后，他再去怀孕生小孩子之后，日后他的乳癌的发生的比率反而会降低。妇产科医学会肯定这新制，不过提醒癌友爱甲疗程长时间进行生育保存，希望未来阁扩大补助对象，亲像真侪女性得到，亲像卵巢癌、甲肺癌性的大型巧克力囊肿，手术了后生育能力可能降低，养苹果纳入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全台各地拢真热，气象署针对台北、新北、桃园、彰化县甲云林县发布高温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36度到38度的高温，请观众朋友要爱特别注意。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关岛地区28度到33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